再来关心中国对台统战哦，有媒体是指出讲，官方发现讲，对方透过村里长陈远的公庙，以宗教交流等名义招待民众去中国参访，集团一个人头抽1000块，愈侪人就抽愈侪。来了解内政部甲法务部的回应。目前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事实依据的话，那我们大概就会去配合检调单位或者是国安单位来查查。宗教交流名义纠团附中，那拉一个人去可以拿1000块，那这个是不是有违法？如果有犯罪嫌疑的话那检察因为告诉告发来启动侦办但这种个案我就这个个案认定。之前在福建湄洲的妈祖祭大会，对方就邀请陈远公庙组成基层的参访团去中国旅游来进行统战哦。内政部强调讲，咱有设去中国交流资讯公开的专区，表示讲相关的团体去到中国行程应该爱公开，提供社会来检视。嘛提醒讲，接受中共的招待哦，这无算是正常的交流。